来关心中东的局势又搁加悬。以色列讲受到黎巴嫩的真主党要对因报复的情报，所以伫咧24暗时就大声对真主党伫咧黎巴嫩的40个据点发动攻击。因那真主党嘛动用大量的无人机甲300多粒火箭来反击。即马以色列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 一个搁一个，以军一直瞄准地面的目标攻击。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无停过。以色列国防军日表示，24暗时收到情报，显示真主党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。对此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甲国防部长、参谋长协商了后，决定先攻击真主党的40个据点。 צה"ל פועל מאז בעוצמה לסכל את האיומים. הוא חיסל אלפי רקטות שכוונו לצפון הארץ, ומסכל גם איומים רבים אחרים.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，为去年以哈冲突爆发了后，真主党已经向以色列人民徛家甲社区发射6700多粒火箭飞弹，还有无人机攻击，一度搁伫个兰高地造成12名儿童死亡。对于真主党的目标，以军采取自我防卫消毒威胁。In a self-defense act to remove these threats, the IDF is striking terror targets in Lebanon, from which Hezbollah was planning to launch their attacks on Israeli civilians. 了，真主党就伫个当地透早5点半开始向以色列发动攻击，动用无人机甲发射320粒火箭攻击以色列11个军事据点。虽然以色列天气系统哪早真侪真主党的飞弹，也毋过北部的沿海城市亚克有关有一名妇女受到轻伤送病医治疗。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佮一度关闭首都特拉维夫的班古里昂国际机场，互真侪旅客受困伫机场。纳坦雅胡嘛伫个25早起7点召开安全内阁会议，由国防部长格朗特宣布，未来48点钟以内，以色列全国进入紧急状态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。